Hello，大家好啊！我係 Henny。作為一個喺中山三鄉生活咗20幾年嘅新中山人，我係親眼睇住三鄉駿景峰呢個樓盤從無到有，從曹淵嘅施工現場到而家高端嘅港人居所。我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我對呢個項目嘅一啲真實嘅睇法，有讚有彈。如果你有唔同嘅意見，歡迎喺評論區同我哋大家分享出嚟啊！感興趣嘅朋友先幫手點個 like， 做一下數據。咁我哋繼續啊！咁先同大家講一下呢個成交嘅數據啦。呢個項目嘅業主呢，90% 都係香港人士，剩低嘅小部分係三鄉本地一啲改善型嘅群體同埋珠海度假型嘅一個群體。所以從呢個數據就可以睇出嚟，我哋香港朋友對呢個項目嘅認可係非常之高嘅。咁目前喺度賣嘅呢係33到34棟，亦都係最後嘅2棟啦。精裝現樓89到126平方，亦即係960尺到1355尺嘅。先講呢個優勢方面，第一個景觀資源豐富，你喺中山珠海呢一帶呢，真係揾唔到環境咁靚嘅樓盤啦。佢係背靠五桂山嘅山脈，緊鄰駿景峰高爾夫俱樂部，同時擁有山景、湖景、高爾夫景同埋別墅景4重景觀，而且樓棟嘅分佈採用嘅係架高嘅設計，南北向均冇遮擋，視野非常之開闊嘅，居住環境優美，湖朝南或者係南北通透。第二個交通便利，佢係位於我哋三鄉嘅105國道嘅旁邊，鄰近呢個港珠西線同埋京珠高速等高速嘅出入口嘅，30分鐘呢就可以到中山嘅石岐啦，珠海嘅拱北口岸啦，60分鐘左右呢可以直達廣州，交通出行係非常之便捷嘅，適合往返港澳以及珠三角嘅城市。第三個配套完善，咁教育周邊就有英皇幼兒園啦、深恩商業學校啦，涵蓋從小學到高中階段嘅呢啲優質嘅教育資源，滿足我哋家庭子女嘅一個教育需求。第四個休閒方面，咁呢個項目呢係自備咗呢個高爾夫俱樂部嘅游泳池啦、休閒會所啦等等設施，周邊仲有中山溫泉、全銀溫泉等休閒嘅場所，生活品質係非常之高嘅。第四個商業方面，步行5到8分鐘呢就可以到我哋屏東市場，開車30分鐘左右就可以到珠海嘅各大商場啦，生活非常之便利嘅。第五個戶型設計合理，高層住宅呢以89到126平方嘅3房同4房為主，部分嘅戶型採用嘅係南北對流雙陽台嘅設計，採光通風非常之好，空間利用率係比較高嘅。第六個亦都係最重要一個，就係呢個項目呢全部係現樓交付，你可以實地入到屋睇清楚你間屋嘅景觀啦、採光啦、通風等等情況，實現所見即所得，減少呢個交付嘅風險。咁呢個項目有邊啲不足之處呢？咁第一個，大家公認嘅價格高，而且係非常之堅挺嘅，即使喺疫情期間，佢嘅價格都冇降到。呢一層嘅原因係嚟自於我哋發展商嘅實力啦，仲有各位香港朋友嘅認可。咁佢隔離嘅碧桂園，人哋而家只係賣8000蚊左右，但係佢呢特價去到1萬出頭，均價去到12000到13000啦。第二個，佢雖然呢個項目自身嘅環境優美啦，你喺中山珠海其他地方真係揾唔到比佢更加靚嘅，但係北面嘅區域呢，仍存在一啲城鄉結合部嘅一個特徵啦，而且北面距離我哋105角度呢唔係非常之遠，可能呢會存在一啲噪音嘅問題啦。所以結合你個人對呢個居住環境嘅一個綜合判斷，親自嚟到現場感受一下。第三個。佢嘅戶型呢都係中規中矩啦，雖然湖朝南或者係南北通，但係呢冇太大嘅亮點，而且呢126平方4房呢個戶型，佢嘅南面視野係有遮擋嘅，北面睇別墅區，但係離105角度係比較近。總體嚟講呢，三鄉駿景峰係適合追求高品質居住環境啦，注重呢個景觀資源同埋交通便利性，而且預算要係比較充足嘅購房者啊，尤其係適合港澳啦以及珠三角地區改善型同埋度假型嘅一個群體。咁好啦，時間又到呢度啦，感謝大家收睇今期嘅節目。如果你對三鄉駿景峰呢個項目感興趣啦，或者係對中山其他項目感興趣，都可以聯繫 Henny 預約 Henny 睇樓。下期再見，Good day，拜拜。